驅邪禮典裏邊有祝福衣物嘅禱文啊，咁咧，所以其實每個神父咧都係可以幫懷疑啦，或者真係附鬼嘅人啦，同佢家人嘅衣物咧去祝福嘅，然之後穿着嘅。因為附鬼嘅人咧，其實好多疾病，其中一樣叫做皮膚病，抵抗力差啦，同埋啲魔鬼周圍去啦，即係腸臟啦，所以好多都會有皮膚病。我從前一直都有，不過而家好咗好多。咁咧，另外咧，如果你懷疑你嘅家人或者你嘅愛人咧，究竟咧佢有冇附鬼咧？其實你可以將佢啲衣物俾神父祝福，然之後擺翻去，唔好話俾佢聽，等佢穿着睇下個反應。如果佢着咗之後個反應好大，甚至係撕裂嘅話，唔想着劈走嘅，明顯有魔鬼，或者係攞啲驅魔聖鹽去煲湯啦，俾佢哋飲。如果佢個反應好大，都一定有魔鬼。但如果冇反應，唔代表冇魔鬼，因為魔鬼會匿埋嘅。